还诱导我对她放下戒心。此女子阴险狡诈，表面一往情深救我于水火，暗地里却用密信设计害我。少君，大夫叮嘱我，您不能动怒啊！陈芊芊这个贱人！少君，少君叫我不要比试，我不要考试，我也不要当少城主。睡了。三公主，这是要我救他？我们家少君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韩硕，子睿，奇怪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韩硕，韩硕，禽兽啊！啊！你快放开我们家少君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去把窗子开大一点，给他通气。去把窗户开大点，给他通气，快点儿！他说药呢？速效救心丸或者是人参含片，吊他命的药呢？药，我来。这么大一颗，他都晕过去了，想噎死他吗？快！哎呀，这味儿。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可千万不能死！还说啊，幸好韩某死了，不正合三公主心意，你何必虚情假意？这竹筒，是啊，竹筒。之前有人造了一个火漆竹筒，想要构陷韩某与玄虎密探私通。三公主可还记得？完了，你知道了，那我死定了。我怎么说出来了？对此你作何解释？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要骗我？你别慌，你先让我想想。错了。哎，来，三公主，就算咱们做错了，那也不能跪呀。花一城女儿膝下有黄金，只能跪天跪地跪城主，哪有跪丈夫这一说呀？您快起来。啊，腿软了，起不来。软了。真错了。韩某不明白。三公主何错之有？私会玄武城密探一事，是我编的，是我告诉二姐让她去堵你的。但是我真的没往那艘船上放什么陈方图，因为我不能真的害你啊。我知道你们已经知道真相了，我也没打算瞒着你们，要不然这么明显的证据，我早就销毁了，是吧？啊，是啊，我们要是有意瞒你，会做500个竹筒吗？对啊，还堂而皇之的放在后院，我傻呀！500个放后院，原来是这么发现的。这个把鸡娘凑一对得了你。少君，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为什么？我这不是想让你对我高看一眼吗？从少君第一眼见我开始，我就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了对我的厌恶。别人怎么想我无所谓，可是我偏偏不想让你轻视我、误会我，我才设计了陈方图一事。我这不是想先把你置于险境，再救于你水火，这样你就可以跟我消除隔阂，信任我了，不是吗？三公主的意思是，为了博得韩某欢心，才故意设计陷害我。可以这么理解。私通敌城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怎么到了三公主嘴里，
就变成对韩某的情根深重了。此情，韩某消受不起。我们不会再相信你。我知道，虽然我的方法是非常的愚蠢，但是要是你实在不相信，我就下令把剩下的498个猪头全部做成烟花，给你赔罪，行不行？甚好。什么甚好？我说今晚的月色一定甚好，不如你我共赴花园夜宴。然后呢？共饮佳酿。各位祖师爷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，这香蕉知道橙子之前耍了他，于是香蕉对橙子又起了杀心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件事情力挽狂澜一下，然后救橙子一命？这橙子生命力还真是顽强，居然活到现在。应该是香蕉仁慈，心怀大爱，留他到现在。栽赃陷害在前，花言巧语在后，死有余辜。这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也不能全怪橙子，他也不想啊，对不对？这不是遇到了猪队友，把事情给弄岔了吗？那三公主，这香蕉有没有什么致命的弱点呢？天生患有心疾，活不过20岁。橙子若是能帮香蕉度过这个难关，或许可以让香蕉放弃杀他的想法。三公主，我们写故事呢，要以真心换真意。你对人家好，人家才能投桃报李。可我又不是大夫，这又没有治心脏病的药，我从哪儿去给他？龙骨。哎呦，我的天！韩硕假意入赘花园城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为了找到龙骨，给自己续命。我原来写到的情节，也是楚楚成为少城主后多方策划，才寄出龙骨送给韩硕，韩硕这才对他另眼相看的。如果我能拿到龙骨，治好韩硕的心疾，他肯定会放过我的。怎么了？三公主啊，这龙骨乃是花园城的镇城之宝，为了防止贼人觊觎，全城上下除了城主跟少城主，再无他人知晓。我等一介草民，别说把它写进画本里了，就连梦到它都是罪过呀。龙骨是万万不可拿来给人治病的呀！三公主，历代城主都没有此先例啊！我说能，他就能。我是谁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三公主。哎呀，快起来！哎呀，三公主三思啊！哎，起来！你们知道这香蕉要怎么吃吗？这扒皮儿，扒着吃。没错，扒着吃。这次我一定要扒下它一层皮，跟编剧斗。我让你看看我怎么给自己加戏。龙骨。